由今日開始，我會連續45日，每日同大家分享 Artistry 雅姿呢個牌子嘅護膚品，每日會同大家分享一款嘅護膚品嘅喎。今日我哋第一款開始嘅就係卸妝呢個系列，分別有2款嘅卸妝嘅。咁我哋今日就首先同大家分享嘅係呢一款透明嘅卸妝液。有好多人會以為冇化妝就唔使卸妝嘅喎，其實咧喺我哋空氣裏面有好多微細嘅污染物，單淨係靠一般嘅洗面係未能夠將毛孔裏面嘅污糟嘅嘢清除出嚟，所以潔面嘅第一步其實係應該卸妝。所以無論你有冇化妝，卸妝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。今日會同你分享嘅係呢一個嘅淨透深層卸妝潔膚水。點解咁樣講呢？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呢一樽卸妝裏面有2層，上面呢一層浮喺上面嘅咧係油，下面呢層係水。只係需要倒喺棉片上面，直接擦拭你嘅面部，就已經可以將你嘅眼妝、面嘅化妝啦、唇妝都一齊可以卸走嘅喎。咁用之前咧好簡單，只係需要將佢搖均勻，將油變成一個好細嘅分子，同喺水裏面融合咗一齊，然後就可以倒喺棉片上面擦拭，適合任何肌膚，無論你係乾性、油性、混合性、中性皮膚，都好適合用呢一個卸妝液㗎。咁佢嘅成分咧就包括有紐崔萊嘅白奇亞籽啦，有效滋潤保濕。另外仲有針葉冰桃裏面會有維他命 E， 同埋可以做到抗氧化。而且咧佢入邊有一啲微胞係可以好似磁石咁樣吸附帶走雜質添。西瓜嘅萃取物除咗可以抗氧化之外，仲可以有效保護皮膚咧免受自由基嘅傷害添。所以真係一支嘅卸妝可以幫助做到好多唔同嘅功效，除咗卸妝清潔，仲可以滋潤皮膚。呢個就係我今日同大家嘅分享啦。聽日再見，拜。